所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，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提出美国要接管加沙走廊的主张，引起各界批评。住伫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是更加反对。虽然北京的官员有跳出来表示，讲安置200万的加沙人民的计划只是暂时的，不过今也传出讲，这以色列拍算要出动军方来把这个人迁走，甚至以色列有官员表示讲，不排除把加沙民众刷去这东非真侪海产的索马利亚。 川普淡出美国接管加沙主张，各界拢真意外。虽然川普讲未派美军待伫当地，不过已经引起巴勒斯坦民众正生气。加沙中部城镇迪亚巴拉都有居民提布条啊上街头抗议，因讲这片土地是巴勒斯坦人的，要重建因的家己来。We hope that all nations stand with us and help us to avoid displacement. This is our land and our home. 加沙居民刷去别位安置这个想法。 以色列正赞同。以色列国防长卡兹切拉表示，已经下令以色列国防军 IDF 拟定对加沙人的资源撤离计划。不过，法国媒体 France 24报道，任何使用武力也是武力威胁、强迫人口迁徙，这拢违反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。美国甲以色列拢是缔约国家。 הנחיתי את צה"ל להכין תוכנית למתן אפשרות ליציאה מרצון לתושבי עזה, שתאפשר לכל תושב בעזה. 到伫埃及甲约旦拢反对迁徙计划了后，以色列阁提出意外建议。驻美太平洋西南部总领事巴查伫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阵表示，因嘛考虑甲加沙人重新安置去东非海产真济的索马利亚这个所在。 No matter what the Israeli defense minister says, this is not possible. This is our country. Our land, we will never let go of it. 当地多名加共和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欧是坦白讲，各国关心加沙的局势，不过无人愿意亲像美国真正出手去重建。若做有人愿意安尼做，美国会真欢迎。记者会现场有记者问到，甲人拢刷走，若是重建好的加沙，这居民是不是会当搁重回家园的时阵，鲁比欧无正面的回应。 Will be able to return or not? Well, again, I mean, that area, when you're removing munitions that are unexploded, I don't think you want people living next to unexploded munitions and weapons depots that have been left behind or are then placed because of what Hamas has done. 专家分析，虽然阿拉伯国家拢反对川普接管加沙的言论甲做法，不过约旦甲埃及拢将倚靠美国的军事甲经济援助，甲尾是毋是会伫美国的压力认同甲让步，值得大家关心。公司新闻，洪如梅编译。